你的男朋友只有女朋友。我也是有男朋友。男朋友是花钱买来的。哇，女朋友花钱买来的，好贵哦。男朋友是花钱买来的。可怜。不可能，你是不是又把他当瓦住了？来，Magara i kawili, Magara i kawili， 你是不是这样？来，他开始了，往左边，往右边，右边。以前我叫爸爸当狗。哦，当什么？当狗。瓦住要会讲哈。好，没有关系哈，爸爸也很甘愿的哈，当你的狗哈。上辈子欠你的。对。我们人不是都是这样吗？我不讲，我跟我爸爸讲话被打死。不孝女，他还叫我当狗。不孝女。因为他也很想。好来，我们一直在这边然后我爱鼓励。我爱你。等一下，因为我要站着。阿爱。为什么到你那边变成不一样的动物？我爱。我爱对不对？要记得哈，你的我爱在这里啊。好，我爱，我爱鼓励。好，来看一下文字哦。咖喱的。棒哦，姐姐都会拼了哦。咖喱古拉。嘿，棒棒哎！你们的那个领悟力真的很强哈，智力很强。来，无比例的。等一下，好，我知道哪里念的。无比哩，不是哩，这是的一滴。怎么有嘎浪也有鼓弄呢？对。乌比迪里赞古拉，来。乌比迪古拉。好像有点模糊地带呢，哈。乌比迪里赞古拉。我们是什么？学校。对。你们每天要不要去比迪里丹？不要。好，来。我们要念熟它哦，比迪里蛋，而且你要求自己要讲得很清楚，比迪里蛋，你看，你讲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越来越熟了哦。好，刚开始是不是会打结？嗨，对，很好。我们有比迪里蛋。你被姐姐影响了。比迪里蛋就是学校啊，我们每天去比迪里蛋好不好？不要。哦，为什么？你男朋友不是在学校吗？不要啊！你承认有男朋友了，我们刚只在吊你的话而已。承认了。好。马大古尼，乌马大古尼。好。乌马古尼。干嘛？对，甘麦古尼。哇，好标准哦！我们按古甘麦，漂亮的什么？嗨，甘麦。好，以后我讲甘麦呢，你们就在那边展示你们的美丽的手哈。我爱呢，脚就跑出来了哈。马大呢？马大就这样开始勾人了，你这也太夸张了哈。还有什么 focus 呢？就这样 focus focus 嘎烙呢？嘎烙你们的嘎烙都很漂亮。真的。真的啊。嘎烙。focus 头发，嘎烙。我以为你要夹你的嘎烙呢，吓我一跳。好，我想说你的嘎烙。没有嘎烙。还好啦，很漂亮，颜色也很深，你们都很好啊，你们的嘎烙都好美呢。我是太多，我还去修呢。
不要不要，太多了。你可以修外围哈，别的人千万不要在那边无聊给他拔哈，千万不要。要修眉眉毛很奇怪哦。我会这样。哦，好，那没关系。眉毛为什么很奇怪？很奇怪是不是很奇怪？是你把它拔了，它有时候你运气不好，它就长不出来。这个我变成是因为我太多了，就是拔一拔。那还小。没有，我原本以前是这样子的，这么粗，只是因为拔。又不是那个阿良哦。不是啊，我以前眉毛很粗，阿妈带我去拔一拔，还南米。那这样子就很漂亮啦。好，就不要随便无聊在那边乱动哈。是还是？不要睡觉做梦在那边一直拔拔。会，他还要把这样子。好脏。不要早上起来发现你少了什么东西呀、